一次講咗 target 啲乜嘢人都會直接影響你嘅收入來源嘅，咁今次就講下選賽道啦。賽道揀得啱，賺錢又易好多嘅喎。因為有啲賽道的而且確佢本身嗰個單價係比較平啲，無論你點賣嗰個利潤都好難睇到好高。咁但係如果你將你嗰個賺錢嘅模型咧變一變，你唔係賣貨品嘅，係賣方案啦、賣解決問題啦，連帶先至係賣貨品。舉個例，你係做健康飲食，首先你就係賣人設，你冇一個信任嘅保證咧，你喺觀眾嘅眼中你係咪一個健康界嘅值得信任嘅對象咧？第二就係賣方案，假設你喺健康上面有唔同嘅問題，例如係失眠嘅原因都有好多㗎嘛，唔同嘅狀況提供唔同嘅解決方法，而每一個客戶佢哋嘅失眠原因都會唔同嘅喎。咁你能唔能夠提供一個個人化嘅方案俾你嘅客戶呢？而最尾咧先至係賣貨品啊，因為每個人嗰個失眠原因都唔同，佢哋需要嘅方案同埋食嘅產品亦都會唔同嘅。所以如果你直接賣產品，其實係賺到最少嘅錢啦。但係如果你係將你嘅賺錢模式轉做賣人設、賣解決方案，最後帶埋賣產品，你就可以喺3個區塊入邊咧賺到錢啦。咁但係唔係每一個商業模式都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嘅喎，所以選啱賽道都係一個賺錢好重要嘅因素。